出嚟做人呢，冇催你嘅圈子有幾大，人脈有幾廣。當你有困難嘅時候，又有幾多人識你呢？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就好似織毛衣一樣，建立嘅時候一針一線，小心而漫長；拆除嘅時候呢，輕輕一拉嘅咋。人哋話任何人嘅底氣都來源於經濟實力，呢句話我以前唔信㗎，但我而家信。利益到位嘅時候，陌生人就係朋友；利益消失嘅時候，朋友就陌生人。當你有實力嘅時候，你一毛不拔都會有人維護你；但當你冇實力嘅時候呢，你掹光所有嘅毛都冇人理你。